来看美国股市涨大起哦，台积电的 ADR 嘛创历史的新高，所以嘛带动台北股市今仔嘛大起，指数嘛已经冲破21000点咯，佮创历史的新高哦。台积电今仔上悬是起到844块。美国四大指数14全面反弹，加上台积电 ADR 各创收盘新高，鼓励台北股市开盘一直行悬，盘中拔起322点到21308点，成功徛起21000点大关。其中狂王台积电功劳上大，以838块开出，最后悬到844块，期待冲到新台票71.88条。伫电子股全力抢起，加上金融甲团产普遍拢起来，大盘指数是一片红记记。台积电呢，因为4月营收年月双增，而且幅度非常大，代表台积电的业绩营运状况是相当的强劲。那这归功于这个 AI 的一个需求，相关的股票表现也都强势，这也带动大盘指数。王永祥表示，下礼拜就是5日总统就职，这礼拜台股除了指数表现强势以外，一寡政策做多的概念股是军工、重电等也拢有表现，加上资金出现良性轮动，大盘应该会够创历史高点。另外，美金伫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威尔讲话了后回落，一票换美金回到156.3附近，加上台股起来，新台票换美金早盘也冲悬32.4块，来到32.32块，升达9.5分。台股的话一直在始创新高，所以变成说之前比较偏空的台币的话，现在今天就比较呈现一个大幅度由贬转升。今天台币的话就比较明显呈现大幅升值的一个走势。外汇分析师表示，国内表现是大旺，加上最近台股一直走强创悬的带动之下，帅气台票换美金有希望够升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